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8日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国道3甲台北联络道今仔2点多，伫磅空口树仔所向堵入来，车跋倒通过，对磅空口倒塌登去2公里长。淡水边去到东吴大学演讲，甲无违反保外就医规定，台中家甲表示，照医生吩咐是对病情有利，1礼拜前有申请，家甲也同意。美国国防部长证实，美国会提供台湾金价真悬的军事援助。退辅会主委房市宽表示，免费提供，无的确要付出无多按算的代币。国道3甲台北联络道这条是要往台北文山区甲大安区方向的。今仔日下晡2点多，伫磅空口的树仔，说是向堵入来，摔倒伫咧这高速公路顶头2线道咧是跋倒来通过，车流量也对这磅空口塌倒登去塌2公里长，加在是无人受伤。这警消单位也出动40多人处理，到下晡3点40分左右，也已经恢复通车了。伫监视器的画面内，当看到伫边坡正大丛的树仔忽然间倒落来，树叶仔含树枝，甲转线的车道拢占掉。真侪车对磅空出来了后是完全袂当行，踏车上长阁踏到2公里。这个意外是发生伫10八拜四下晡的2点12，国道3甲新海路的联络道往西0.7公里处，国道警察接到报案了后，随就去处理，好佳在是无人受困。并无人员或车辆遭路树压到，也没有人员受伤，车辆受损。随后我们就派遣巡逻车在洞口以及交流道上游实施管制跟警戒。国道警察讲，消防和公务团的人员到场了后，先用电击和吊车才的救援工具，对大树仔的上顶悬内线车道清出一条路，后面将的车会当先单向去行。这摆是当中出动40多个工作人员到清，经过1点外钟了后，下晡3点42恢复专线通车。初步的原因大概就是那个树根已经整个树根端部了已经大概50公分的地方，整个倒下来了就是已经腐蚀了，大概是这样子。高公局强调讲，佫需要进一步来了解边坡的土石敢有放落来，来确保国道边坡的安全，防止意外佫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春天时啊，真够大忙。这金门机场早起有先关起来一段时间，当地要到100名的高中生，因为爱坐这无人机来到台湾参加大学甄试，加在民意代表有去协调，这航空局下晡也要加开专班，大声协助要考试的学生甲家长。那航空公司伫暗时也会加开无人机运送旅客。早起金门航空站大厅，组织大批飞不出去的旅客，受到无影响。机场透早被迫关起来，连隔度只有500公尺左右。8点外摆出现无线气开场，也毋过随后天气佫变差。一只由台北飞往金门的班机，也是无法度降落，驶了后佫飞转去松山机场。8点多有飞出去，然后在上空又会飞来，没办法下飞机。在广播说我们那个飞机被取消。那取消了之后，我们想说那怎么办？我们打电话给旅行社，旅行社就叫我们不能回去，要在这里等候补。这一天19位参加旅行团的旅客也因为班机取消伫机场等候。那这2天拄到未少大学进行甄试，金门当地大约有90个高中生飞来台湾。昨后天气拍乱形成，当地民代介入协调，航空局伫18下昼加开专班，由金门水头尾头出发，前往家己布地，优先转接考生甲家长。金门航空站伫下昼也开场，陆续消化旅客暗时也有加班机。另外，桃园机场1航站是发生跳电意外，受到开关保险丝油灯跳脱，迄当时一只国泰航空班机当要进行登机，因为停电只会当接完。正好在登机的时间，那他有稍微延后一下开始开柜让大家进去，确实是有对旅客造成一些不便。机场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闭环回路供电，10分钟完成复电作业。这摆停电影响单一航班旅客出入境查检，照明甲空调系统拢正常运作。机场公司向旅客回息咧，搁要加强检修。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福山石门园、高雄寿山动物园、甲龙虎塔，今仔日同款接到这恐吓批，同款是要放炸弹伫遐，管理单位随甲民众疏开。目前刑事局也当咧追查，认定是一个台湾读册一个姓张的中国学生，这嫌疑是上界大。目前伊人离开台湾2年多，这段期间寄200多封恐吓批到台湾的各单位。立委也伫咧积极讲，咱的法务部无法度处理，也根本无法度阻止。
行政署表示，讲已经转获中国的公安，爱引起追查，咱国内爱想办法，看要安怎把这款境外恐吓批炸落来。开行无偌久，就真侪人向外山顶东，也有警察伫边戒备，因为有人讲要炸寿山动物园，750外个游客甲工作人员疏散，各关园一工清查。你们今天是原本要进来看的，我们已经都买票完了，非常的要不得，也妨碍社会的这个公共秩序。那我也要求我们的警察局尽速的惩凶。主管动物园高市观光局局长高炳林也收到恐吓批卡油1000万，也佮讲要伫另外一个景点用火塔放炸弹。同一天，宜兰福山植物园也2摆互人恐吓，有50杯引导玻璃杯甲19入园伤害游客，连续关园2天。开园是9点，是哦，对，9点之前我们就收到讯息了。警方详细敲吹无发现异状，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17闭馆了后，也接到恐吓批。各种学校水族馆顶地甲桃园机场代替国地大众运输系统，政府机关拢被威胁过。检方怀疑捌伫台湾读册中国籍姓张的查甫人有重嫌，不过伊已经离境，也互立委质疑法务部是不是今年放任无法度阻止。他不配合我们有什么应运作为？就有一些困难点的地方了哈，就两边的配合就涉及到两岸的这个互动关系。好，那基本上呢，我们是透过各种管道都会在处理中了。法务部表示，目前有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甲司法合作协议，不过也承认爱中国配合。警政署刑事局统计，民国110年9月甲今年5月16日，姓张的查甫人牵涉案件有235件。大部分经过媒体报道的恐吓案拢甲有关系，已经遭到通缉，也专请中国公安单位查缉，各界爱暂查。后续会透过电信网络这个机制，阻止境外人士发恐吓批。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陈水扁今日去到东吴大学演讲，甲学生囡仔分享民主见解。虽然会前会后拢无接受访问，不过伊进前上开刀替后生陈志忠请愿，即摆搁再上台演讲，奉质疑讲伊是一再违反保外就医规定。不过台中家讲，一礼拜进前就接到申请，也因为演讲活动符合医生注文，认为对病情有帮助，所以同意陈水扁出席。总统出席讲座对病情有帮助吗？带着笑容，前总统陈水扁无搁高调发声，面对记者提问，点点行入会场。跟各位见面，内心非常的惶恐。18受邀东吴大学演讲，但前总统变作讲师，分享过去从政艰苦谈，甲对民主政治的见解，颠倒避谈总统大选定时事。会场管制严格，学生袂当随意录影，连媒体也防挡伫门外。细腻搁细腻，毕竟伊即摆身份真敏感。明明是保外就医进前定出席活动，一再拍判中国死无原则，无就台、无演讲、无讲政治、无接受媒体采访，引起议论。即摆注意准则之外，出席演讲搁较事前得到各方的温准。是综合考量啦，那我们比较起来，还是以尊重这个医师他的专业的判断为准。我们也有给他做一些提示啦，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尽量低调啦。台中家回应，在准备伫1礼拜进前，依规定提出申请，有医嘱证明对病情有帮助，所以同意。也毋过，但前总统顶日落南替立委助选，甚至也接受访问。高方认定无违规，那2礼拜前去开刀替后生陈志忠请愿，是完成相关调查报告，敢有违规伫矫正署核定进前，暂时无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顶调新北市长侯友宜出来选总统，民众党伫昨也提名党主席郭文哲，加上民进党的赖清德，明年总统选举目前是3卡都。侯友宜今仔日也讲到这副手人选，外界有人支持郭台铭来做伊的副手。侯友宜是学了这郭台铭的理念和伊相同。也若讲到郭文哲是开始做青年战队，接受少年人来替伊拼选举。那讲到这个副总统赖清德，在既是和英国前首相特拉斯见面，强调台湾会坚定推动世界和平。无心市政市长辞职，无心市政市长辞职。
国民党10次征调新北市长侯友宜，直讲2024总统大会传出有计上紧伫9月请假全力拼选战，真可能比照自2015年台积参选模式，请假3个月高悬出薪水。那也总统竞选确定了后，副手的名单真受关注。他3大理念：和平嘛、青年嘛、繁荣嘛。就跟我的理念完全一致，所以未来我们一定会团结并肩作战。谢谢大家哈，那称呼你为妈妈市长，那妈妈会留在家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在面切表态全力小挺，党内除了侯贵佩合作参选的声音，前台大校长关仲敏也互看作是乌马的竞选。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正式得到党提名参选总统了后，随即招募青年战队布局陆战，也为郭台铭抱不平。我有跟郭台铭讲，我说等你冷静1-2天再说吧，哈，对他来讲就很 shock 啊，因为我一开始就跟他讲说，你都不知道比赛规则，你怎么敢去参加比赛？副总统赖清德18早起接见英国前首相特拉斯，致辞时强调台湾会坚定推动世界经济和和平。台湾作为民主阵营的一份子，也一定会坚定地站在印太的第一岛链上面，发挥民主的功能以及经济的力量，持续地推动世界的经济发展以及和平稳定。赖清德也表示，在两岸情势紧张的时阵，特拉斯以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显得更加珍贵。面对中国影响印太和平和稳定，民主阵营爱团结合作，才会当达到和平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竹北的风采5字巷建案边仔的车路，顶个月凹一空，即户县政府限令停工。最近去互这附近的住户翕到讲，这建商偷偷啊伫遐施工。毋过这防疫建设批回讲，惊落大雨落几日工会较危险，先甲这地下室灌浆进行结构补强，毋是复工。针对到即款的情形，县长杨文科下令全面停工，而且防疫建设伫咧县内所有建案还佫有执照，全部拢暂停勘验。这边透早2点，新竹县竹北风采5字巷建案工地黄影影技术进行抽水工程，因为因进前才互附近道路绑落去，被命令停工。当地住户修正翕到防疫建设半暝偷偷咧施工，时间超过4点钟。17时时，工地内底吊车无因汽车，还佫暗号车开入工地。现场营造工人向地位检举，工地要灌浆作业。防疫建设声明指，这几天落雨恐惊引起危险，先完成地下室灌浆，进行结构补强，加固基地甲周边道路结构安全，无承接复工。据说是凌晨2点的时候在偷偷的施工。我想这个事情，我们刚才也宣布了，全面停工。同时，因为这个工地已经有检察官在侦办，他没有报一个救灾强检的计划让我们审查通过，理论上我们是不会同意他施工的。那这个部分他已经违反我们相关的建筑法跟所有的规定，我们会再来做加重处罚。干部处指出，防疫建设无提报救灾抢险计划，除了下令全面停工，马上通报新竹地检署调查，也提早停止勘验防疫建设地县内所有建案甲合照，同时就累犯部分爱动法。竹北市长陈朝峰针对建案周边道路宣布封路，禁止停车，祝福环保部完成地下站结构，恐惊一个绑路。整个通行车道的不封，那这个在人行道部分，我们的居民呢，还是可以透过我们的人行道来进出自己的家门。很奇怪，已经一直重复在发生了，为什么都没有一个官员，他们可以出来保护我们？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怕建商呢？检察院公布，因为考去年选举受防疫建设87万政治现金，县议员欧阳婷告质疑因关系密切，帮助建商。因为考回应在竞选期间接受政治现金拢是合法收申报，并无不法对价关系。针对建商绝对无宽待，会尽全力为人民安全把关。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另外一个建商，这个建商刑富法的公案意外造成台中捷运有一个死亡，10个人受伤。因呢，劳动部今仔日伫立法院表示讲，已经甲因罚1400万咯。不过，就立委质疑讲，这刑富法伫5年内大大细细的停工加起来有200-300改，为什么这改共款搁再出问题呢？劳动部回应讲，这代表过刑富法无重视公安，才会接违规。目前有建议要针对一再违反这案法，而且资本业较悬的公司，甲因有关罚金。刑富法台中建案吊柜落落去的事故造成重则乘客140伤，各界关心救济情形，甲劳动部是毋是有搁较积极对策？劳动部18号立院备询用了已经罚1400万。议会质疑刑富法5年来服务处停工56摆，抑搁罚毋惊。劳动部回应显示，因为公司的制定文化无重视公安，才一直违规。这一个公司到底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明显的就是显示说，它这个整个公司对职场文化它不太重视，所以很多都是没有照步骤来。本来就有一个平台，那我们会把这个高风险或是违反职灾安全规定的相关的这个，我们会提供到那个平台来提醒各主管机关。立委也建议针对这种违规大户，加强处罚力头。劳动部强调，看涉修法，还佫针对事业单位的资本家庭区分在罚标准来研议。时常出事情的，应该有一套什么更严谨、更严格的，就是公布了哈。那另外就是跟内政部营建署这边来报告哈，透过公共工程委员会是不是列入这个不良名单？是不是应该要来参考公平交易法的体例哈，把这些重大公安事件的财罚改以销售金额的一定比例来做计算？目前这个我们可以考虑了哈。那职业安全检查规则里面对罚锾的规定，我们可以讨论。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认为，虽然刑富法已经罚1400万，不过每一户拢不止赚1400万，建议应比较公平交易款，用销售金额比例来定出罚款金额。劳动部强调，应考虑甲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仁爱乡的立恒村昨暗传出3个人死亡命案，有一名姓张的农民可能是租土地纠纷，也一支违法改造的线断证，断死另外2个姓林的农民，犯下杀人罪行了后，落尾伊也自尽。南投检警今日去到现场，要来厘清这个案情。警方来到南投仁爱乡立恒村网友部落的一个铁厝工寮，叫封锁线。17暗7点多，仁爱分局接到报案，讲到89线立恒产业道路20公里的工寮内底有2名姓林的农民，互枪杀死亡。那疑似行凶的71岁姓曾蔡龙，是伫离工寮外1公里的农田自杀身亡。工寮内有2名男子倒卧，那身上还有地上有大量的一个血迹，2个人腹部有疑似的一个枪伤。均已明显死亡，在离工寮附近1公里的农田里面有发现疑似犯嫌的中姓男子，他是41年次，也自杀身亡。仁爱分局表示，姓曾16疑似是租地耕作的租约纠纷，甲2名死者起争执，杀来行凶。犯现场机经过初步勘验，应该是非法改造的线断墙。伊本身无原住民拉丁身份。10月7日南投山区大埔立恒产业道路路封叉，检警拢用一寡时间才来到现场勘验。伫爱环工寮内发现一条枪支卡，抑个土卡的回家。仁爱分局于昨日深夜通报本署，就这个枪支来源、犯罪动机要尽速的厘清。那本署检察官于今日仁爱分局报验后，会尽速前往相验，并择期解剖厘清案情。警方急救科已经采证源，为案件详细原因有缘有待调查。南投地检署当进行上验作业，后续会继续追查溯源不法枪弹的来源，搁得其解剖以厘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蒙大拿州议会进行通过法案，要求 Google 和 Apple 把软体下载平台顶头的抖音，也就是 TikTok 软体提掉。法案伫当地时间17由州长签署，变作是正式的法律，也予蒙大拿州呢，正做是全美国头一个立法完全禁止 TikTok 的地方政府。不过路透社认为讲，这个抖音呢，伫少年族群内面真侪人使用，那准备完全禁止是无可能的。蒙大拿州议会伫4月14日表决通过，并核数已久的法案，禁止伫蒙大拿州境内使用抖音软体。佢要求 Google 甲苹果公司伫各自的软体下载平台，也就是 Google Play 甲
Apple Store 将抖音软体摕落来，主张禁用抖音的一方认为，创办抖音的中国 IT 企业字节跳动，就算是民营公司，也毋过又愿受中国共产党政权指挥，随时可能将使用者的个资传送去中国，同时协助中国扩散甲美国敌对的影响力。TikTok is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This app steals information and data from users, and its ability to share that data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unacceptable and infringes on Montana's rights to privacy. 为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开始，美国各级政府都想尽办法，要杜绝中国 IT 企业的软硬体继续在美国市场生存。上大的共同理由就是包括华为手机甲抖音等硬体软体为中国政府开后门，偷摕使用者的资料，佮散发不利美国的大宣传。ByteDance might want to be a normal company. They might want to be a good partn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But when the party tells them they can't do that anymore, then they can't. So it's a completely legitimate U.S. concern. 也毋过对法案生效持悲观的也有不少人。It'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imagine TikTok or any app of this scale being banned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oblem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government doing that. 除了技术面的困难，法律官司也是袂当疏忽的障碍。除了抖音甲字节跳动公司普遍指出，禁令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也有偏向支持民主党的团体，像美国民权联盟有同款的看法。路透社报道指出，以当年川普政府的强势，拄着反对禁令的各种官司，也是无啥物效果。美国若要为蒙大拿州开始扩大禁用抖音，会面临白色挑战。公司新闻齐家人朋友。在哥伦比亚有一台细只无人机2礼拜进行不幸摔落来，这无人机顶头有7名旅客，只有找到3个大人遗体。搜救人员继续找，17伫深山内找到4个囡仔，因抑阁活咧，上细汉只有11个月尔。哥伦比亚陆军和空军顶2礼拜外持续针对5月初1的坠机意外进行搜救。哥伦比亚总统 Petro 17日吹着发文。宣布讲运气真好，军方伫国内的武林中找到4个囡仔，这个消息让国内民众拢真欢喜。Se encuentra un grupo de un poco más de 100 personas en lo que es el esfuerzo principal, el esfuerzo de apoyo y en lo que tiene que ver con planeamiento y mando y control de las acciones que se están realizando en el área. 4个囡仔分别是13岁、9岁、4岁，和一个才11个月大的红儿仔。意外当时，机顶3个大人，包括飞行员。和4个囡仔的老母在内的遗体已经伫进前就找到。根据 BBC 报道，这个家庭是哥伦比亚少数的原住民族群。哥伦比亚军方讲，伫武林内有找到用手雷打的临时避难寮啊，和因的物件。搜救犬嘛斗3天来找到囡仔家己的家址。研判这届搜救任务真有可能会出现奇迹。Dentro de los rastros pudimos hallar unas tijeras y una moña y un empaque de la moña, el cual pues nos reconfirma que la situación de que ellos se encuentren todavía con vida. 哥伦比亚灾难应变机构讲，载落来飞行机有反映讲引擎出问题，几分钟后就伫雷达顶来消失，也若详细失事原因，搁爱进一步调查。公视新闻新乐杯编译。英国哈利王子和伊的牵手梅根在伫纽约参加一场颁奖典礼。离开的时阵，有人为着要甲伊偷袭，就沿路赛车、沿路对。这个哈利王子发言人表示讲，这过程真危险，也影响到别台车、一般民众，也阁有2个警察。迄当年戴安娜王妃就是因为安尼生发生意外死亡，加在即届是平安无代志。英国哈利王子甲伊的家后梅根，佮梅根的妈妈，在纽约参加一场颁奖典礼了后，去互人对伫后壁翕相。哈利王子的发言人17发声明表示，一阵真有攻击性的狗仔队，驶6台车窗满乌的车，上演一场瓦近灾难性的对峙。对峙事件超过2点钟，这个过程差一点仔去压着，波及过路人，佮有其他的驾驶甲2个员警。后来，哈利翁仔某换坐计程车，想要互因入无，毋过计程车司机是讲，因无感觉有危险。Oh,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I think that's all, exaggerated and stuff like that. So don't read too much into that. But as far as you were concerned, when they were in your taxi, did you feel like you were in danger? No. New York City is the safest place to be, right?
哈利甲媒体的关系长期拢无好，因为妈妈戴安娜王妃伫1997年巴黎磅空内去拄着死亡车祸，都是为着闪过这个狗仔队的队日。哈利甲妈妈的死讲是媒体对私生活的骚扰。纽约市长亚当斯谴责伫人真济的城市上演开车队日，是粗鲁而且无负责任的行为。I would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re was a 2-hour high-speed chase. That would be, I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but we will find out the exact duration of it. But if it's 10 minutes, a 10-minute chase is extremely dangerous in New York City. CNN 报道指出，哈利一个保镖表示，这个过程毋是一间换车，有人看到两个人开一台乌色的汽车离开颁奖典礼，后来还有人发现因换坐黄色的计程车，好佳在到尾啊拢平安到大个所在，敢若着青囝尔。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最近有出席听证会，证实美国会提供台湾金额真悬的军事援助。就媒体报道讲，这头一批将有可能是价值美金5亿的军事装备，会以气舰、飞弹等等的精准弹药为主。针对到这个消息，特区会主委彭世宽表示，免费提供，无的确要付出无多暗算的代价。中国提军对台湾的军事施压，美国协助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受到俄罗战争的影响，军购交付是延前。对这，美国国会伫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内面，授权美国总统使用总统的拨款权，加计提供10亿美金的武器给台湾。美国国防部长嘛证实。And I'm pleas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oon provide significant addi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Taiwan through the Presidential Drawdown Authority that Congress authorized last year. 你突然间接到无偿的这种援助，你一定会付出不可预计的代价。这代价是什么？我没办法回答你们。特区会主委彭世宽认为讲，无相军援会有代价。外国媒体报道，第一波5亿美金的无相军援，可能纳入车站飞弹、标称飞弹，香港是咧替台湾的城镇战做准备。另外，军援敢会造成国防自主变作是美国做主？彭世宽讲，各组织甲高假期拢是咱的成果。现场指挥官派员担任现场救护。无记台东火车头防攻击，消防救灾人员去现场来搜救。台东县19做平安9号的演习，针对两方情势紧张是第一摆加入模拟赈灾，嘛第一摆甲替代役纳入演训，拢总动员46个现役和备役的替代役来救灾。第一次只是就是在上课而已，第二次就是来这边演习的。台东县长赵庆玲讲，今年的民安演习是重视战时的阶段，考验县府整合人力资源，透过演练关键基础设施互破坏，来做疏散体力和抢通，强化平常时转战时的应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自2月伫咧瑞士举行，台湾到今也未收到邀请函。卫福部长史瑞元表示，也是会带团去到现场，被表达台湾若准无在内会造成危险。也那外交部长郭兆彻也针对世卫组织秘书处无度专业中立拒绝台湾参与，表达遗憾甲不满，也破白讲这背后就是中国伫咧作怪。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自2月伫咧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伊家即马拢无收到邀请函，已经连续7年无收到。不过卫福部长史瑞元要伫19暗时亲身率领行动团去日内瓦展开迄个场边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要表达台湾在整个卫生世界卫生组织里面缺席，那可能是造成的一些遗憾。这摆行动团包含论坛甲双边会谈以外，也要安排台大甲保安大学签署合作协议。这摆对世卫组织袂当秉持中立专业原则，搁拒绝台湾参加。报告部表示高度遗憾，部长郭兆燮也承认组织来源都是中国。中国一再在国际社会上面声称说代表我们台湾，那这个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台湾人民也不会接受。郭兆燮表示，今年相关台湾参加 WHO 形势比以前较好。台湾10月友邦已经致函秘书长谭德赛，要求邀请台湾参加提案，列入今年大会议程，为台湾向世卫秘书处进请国家层级也比以前悬。Several occasions and in different arenas raise the importance of including Taiwan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WHO. 来台访问的瑞典国会访问团，甲总统蔡英文见面的时阵，也公开表达支持台湾参加 WHO。另外，有多一寡国家伫场边举行双边会谈，外交部表示，目前拢在安排当中，会继续努力，争取各国行政部门甲国会部门对台湾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证实讲，已经派副秘书长王秋东去上海交换意见。另外，海峡论坛有可能在6月16或者是10月举行。有风声讲，中国可能在当天会宣布开放中国游客去到金门、马祖自由行。但是委会表示讲，若准有意愿要开放，应该要事先通知双方先来协商。台北市和中国上海市轮流办的双城论坛，按算7、8月伫上海举行。市长蒋万安证实，副秘书长王秋东已经带一队17去上海，针对城市交流的议题和对方交换意见，18度会回来。从2011年开始，郝市长到柯市长每一年都有举办，定位就是城市之间的交流。好，那我们就会秉持着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来办。到时敢会亲身参加？蒋万安讲，详细部分搁在讨论，嘛强调会做事务性的交流，包括体育、文化、疫后观光等等。双城论坛嘛，拢会来交换意见，但毋是唯一的内容。另外，两岸海峡论坛目前是选6月16还是18，其中一天伫厦门举行。传出中国有可能伫迄天放一个大礼包，开放中国客去金马自由行。两岸之间可以坐下来，依据这个既有的机制。来赶快来谈。那过去因为两岸开放旅行，已经是有10来年的这个历史，所以谈起来应该不难，速度应该不会太慢。我们还是需要透过既有的机制，而不是放话。詹志宏讲，观光旅行应该是轻松来轻松去，毋是伫路途拄着纠纷无法度解决，真侪物件拢要先讲好，才会当互旅客好的观光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暗时到后礼拜2会有2尊黄山雨通过，只是通过未停留，所以这雨水对水情可能是无啥帮助。着民间的气象公司观察，照每一个国家的预测，今年无可能出现这款停留型的黄山雨，而且后礼拜这海面上的低气压当日发展，风台季节有可能会提早到位，直接就跳过黄山雨。海面上热带系统将要动起来，天气风险公司分析，以美国 GFS 无效14天了后的预测已经无雨的现象。风台季空间提早报道，今年雨风季空间加做空。季风潮就是台风会发生的可能的区域的机会跟时间点，已经可能在5月下旬就会发生了。那这个就代表说，今年有可能会走到一个非常极端的。可能就是空梅，就是没有典型的梅雨锋面，大概在6月的时候来台湾。2礼拜了后的预测虽然也有变数，不过气象局也讲，拜四暗起到后礼拜2会有2道雨后锋面通过，拢是属于移动性的锋面，确定对水情到底无大。不过伫锋面通过时，也是爱注意可能有低延时强降雨，10到8个规工各地天气拢会无稳定。最明显的降雨时段会是落在明天白天的一个时段。各地都要留意，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发生。那在白天随着锋面由北往南移动的过程之中，要留意可能在锋面上会有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后礼拜1起，一波锋面瓦紧，后礼拜2东北季风会较增强，北部甲东北部地区高温会降5度左右，因为锋面位伫巴士海峡中南部的降雨，相对北部会较明显。记者综合报道。接洗手、挂嘴安，无的确会当保你平安。这家长最近就要特别注意咯，是因为这肠仔病毒当咧传，国内目前已经有3例肠仔病毒重症病例。最近台中有10间幼稚园13班停课，卫生局甲医生拢要提醒家长甲学校，就要特别注意。学生囡仔排几排，每一双手拢详细抹刷文，佮详细洗好清气，有防肠仔病毒。新冠肺炎拄则转好，肠仔病毒疫情颠倒咧行。台中的公私立幼稚园都已经有10间13班咧停课，一间托育中心停休。的规定就是，他们每30分钟会带孩子出来洗手20秒，然后完成那一些湿搓搓摩擦的工作，然后就把手擦干，确保那个手部的一个卫生。
卫生局表示，对4月16开始，最近这3礼拜，因为肠仔病毒来求医的，对原本的逐礼拜1390人，已经爬到1865人，达到有警达。建议囡仔若是有无说离去挂着的，就应该请假留伫厝里。那共一班7日内有3个囡仔去挂着，就要自主停课7日。家长甲学校拢要落实，互囡仔接洗手甲环境消毒，避免疫情搁再扩大。针对幼儿常常接触的环境表面，以稀释的漂白水来加强消毒。幼儿如果出现感染肠病毒的症状，应尽速就医，并请假在家休息。激越式的抽搐或者是说意识不清啊，手脚没有力气，喷射性的呕吐，或者是会有呼吸喘胸闷的现象。有这些现象的话，要注意一下，可能是肠病毒的重症，要赶快送医。医师就讲，肠仔病毒疫情也悬，今年肠仔病毒症头是拿喉、喙内发炎为主，较无看到起水泡。提醒家长，若囡仔有出现揪筋、起青毛，也是有出租，都要特别注意。若严重，可能引起脑炎、心肌炎等重症，绝对袂当大意。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过后，各行各业拢当咧欠人，年岁较大，若阵身体勇健，敢当登去职业场所咧。今仔日麦当劳就举办职场体验活动，要招中高龄来就业。行政院主计总处就统计，讲这中高龄者的劳动参与率，3月头一届超过66%。劳动部也讲，有部分企业已经渐渐接受中高龄的就业者了。今明70岁员工向有兴趣的民众，也是想要重返职场的中高龄就业者分享家己二度就业、到伫素食业渐渐好起来心情。因为疫情转好了后，像素食店、餐饮业也是旅宿业真需要人。像麦当劳都举办职场体验活动，招募中高龄就业者重返职场，甲少年人情景共融，服务消费者。一天有9个小时，但是有1个小时是休息的，3、4个小时会休息半个小时这样子。对，所以体力方面是都 OK。我们也非常鼓励中高龄的员工呢，可以主动的去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如何套用在工作上，那可以达到所谓的这个经营共荣跟互相互助。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中高龄者的劳参率3月头一摆突破66%。企业注意到欠工之下，只要透过良好的培训加制度，可提供优胜环境，像餐饮业将收益机自盘自给，也是厨房影像系统的荧幕放大，可减轻手提料理器具的重量，拢互中高龄更会当适应职场。对业者来说，他们的具有的这个优点就是稳定性比较高，还有这个责任感哦。另外呢，这个过去的一些职场实务经验比较丰富，我认为比较可以应对一些餐饮业的这个顾客的这个问题。事业单位也体验到当前缺工蛮严重的，所以中高龄的就业部分，把这些愿意在这个职场上面贡献的这些人力找回来，抓到手里都是宝。劳动部强调，政府推动中高龄就业专法了后，加上大环境改变，部分企业渐渐接受中高龄就业者。那中高龄比起少年人，方认为较有责任感、抗压性会悬，这个特质对头家来讲更较重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的吉安乡，最近有民众看到路里有3只马惊一条，赶紧报警察。警方来到现场，先甲马看好势，联络主人。这主人表示讲，伊也唔知影讲这3只马是安怎走出来，不过警方也是爱依法甲因处罚。路口监视器影看到花莲吉安乡光华二街车路顶悬，竟然有3只马咧走，后边对一台小轿车唔敢超车，对向的车主是惊甲马上停落来。好险有保那个车碰车，但是我不知道车碰马会不会赔啊，所以我就只好停下来等他过完了，我再过去这样。这是发生在17早起6点，警方马上去控制这个马，佮联络附近有一个专门互偏乡囡仔体验骑马马场头家，头家也不清楚马为什么走出去。日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铁门是开着的，明明锁好的也没有被破坏。现在是栅栏是有在加强的，是不是？对啊，现在再补啊，再补一点点焊点，因为也一方面也怕它坏掉。好佳在无发生任何交通事故，马也平安登入马场，不过警方也是爱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取缔告发，呼吁民众饲养动物应善尽管理责任，避免衍生交通事故。主人强调，对附近的居民甲驾驶正实力，除了会加强市的环境以外，đảm保恢复平静。最近佫会免费开放给民众近距离接触甲饲物件，也会讲解马相关习性。记者综合报道。
伫家己布地桂社里的桂社桥，进前因为这风台损害，落尾是有起新桥。改建了后呢，这桥体变较悬，所以要过这板桥进前，拢爱先爬架。路边甲桥边的跨度阁无同，造成民众看袂到对向敢是有车。附近的民众拢感觉讲，这桥改建了后，车祸颠倒变较侪啊。两台车伫桥顶相闪车，路边看的桥只剩一撮仔空间。家己县布地连接铺子的桂社桥，去年才完工通车，煞因为爬架上悬，桥边上的路边甲桥边无共看，所以常常拢有车祸发生。直接徛起去挡着架条段并落啊，即卖还伫病院啊。桥面爱拓宽，爱引道爱拉长，较袂遐夹，因为引道上夹，人徛脚踏车徛袂起来。当地人讲，行这条桥的时阵，唔但爱行到桥顶，才知影对向敢有车，而且路甲桥相接的所在，路面煞变下，行这条桥实在真惊。为要解决这个问题，相关单位这时嘛到现场来会勘，讨论改善的方法。原本我们每天在通行的有什么问题，你不听，你按照你理论来的好，现在钱花了，民怨四起。伊在坝水做不好势，所以这咱得一步一步来改善。首先把它的坡度降缓，然后再它坝水的部分让它挤出来。县政府表示，这条桥原本是水利署做的，完工了后，交予镇公所来管理，会先伫桥顶设立警示的号志，会配合镇公所送来改善计划来进行改善的工作。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第34届金曲奖伫顶一日公布一位名单，伫台语歌的部分，那有真侪有特色的这个乐团，也有真侪优秀的音乐人，有资深的，也有少年的。这台语歌的风格有传统，也有创新。台语歌的前辈金曲歌王洪英宏，伊就认为讲，即马这台语歌的歌路发展甲真多元，这是一个好现象。金曲歌王洪英宏真久无发唱片，即届出新专辑，你爱听的迄首歌，以青春做主题，嘛甲过去的歌路有淡薄无共，有加较活泼。洪英宏就像即马台湾台语歌的发展共款。在这一次的专辑里面，我就有一个感动，讲要写一条歌，就是写出我甲歌迷之间的这种感情的歌。爱唱歌伊伫台语歌坛唱50档啊，会使讲是老前辈。对即届第34届金曲奖台语专辑、台语歌手入围的歌手，有资深的，有少年的，台语歌的风格有传统的，有创新的。洪英宏感觉每一款的歌路拢真好。伫台语歌内底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歌路来唱，其实是足好现象啊。因为若无人唱，就愈来愈少。最佳台语专辑奖项入围的有。亲像伊边缘转成术入围台语专辑奖的东京新乐团，就是用过琴、贝斯来演奏，以台湾新名鬼怪传说做音乐，跳脱传统的音乐方式。佮有即个伊出一支喙入围金曲奖，真侪奖项的小大轮，佮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的演员陈德胜等等，拢互人看到台语歌的活力。唱歌是一个兴趣嘛，吼啊，一个兴趣，你若甲讲当作是你的一半生命安尼话吼，啊，这条路会当行足久长的。甲唱台语歌当作生命的洪英宏讲，以前的台语歌有以前的开口，即摆的台语歌就较多元，不管是啥物风格、歌路，伊认为上重要就是台语的声调，一定要发好清楚，互人听有你咧唱啥，这条歌才会流行。你用心唱，人就会用心听。记者条文陈准由台北采访报道。母鸡团体新竹母鸡囡仔群常常举办台语家庭活动，这家长之间也互相分享是安怎伫日常生活当中参囡仔做伙学台语、讲台语。讲到最近这国家双语政策引起众人议论，因是认为讲着爱事先来认捌家己，才去熟悉无共款的语言文化。活动一开始就用台语故事来讲予囡仔听，搁有台语家庭特别讲宽岛旅行所遇到的趣味代志，大家现场轻松开讲，也透过分享，予母语家庭在生活中讲母语、学母语的过程中，袂感觉束缚。囡仔伫即个环境内底，伊自然耳孔拢是抛开的，伊毋哪甲你学台语尔，伊嘛甲即个妈妈学中部的腔，即个妈妈学新竹的腔。
迄个妈妈学下港的腔。爱创造环境啊，愈侪人来愈好。大家来做伙讨论讲吼，咱伫讲台语的过程有拄着啥物问题？母语老师捌教大家安怎互囡仔学台语的撇步。会使先讲一句母语，才讲一句华语。等你感觉讲，囡仔伊已经听有啊哦，你咧讲第一句母语的时阵，伊就已经听有啊，咱就会使甲华语摕掉啊，对。其实安尼坚持几个月，你会发现，其实囡仔伊学习能力非常非常紧。最近双语政策引起讨论，母语团体无看法。咱爱先熟悉认捌家己，才为我家己本身的看向规个世界，去了解即个世界其他无共的族群，阁有无共的文化，这是我感觉较正确的国际观。有袂少人拢感觉学外国语言，囡仔才有竞争力，才有国际观。毋过母语团体提醒，咱应该爱先明白家己，才去熟悉包容各种无共款的语言文化，最顺序才正确。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音乐剧《隔壁亲家》是由艺人彭恰恰甲柯浩顺共同主演的台语音乐剧，描写台湾农村的故事。这14年来已经演60场了。疫情过后，这出台语音乐剧要伫咧台北抑个高雄重新演出，先带观众朋友来去评判。将来恁孙生来配一条乌一条白一条乌，一只白一只白，规只敢咱雨伞摘的啊！阮兜生出来敢若雨伞摘，那恁兜片坑遮大坑哦，逐只生出来拢敢若饭丝种的。艺人彭恰恰甲柯浩顺伫台顶搭喙鼓，这是台语音乐剧《隔壁亲家》的画面。这出台语音乐剧已经演了14档，14年来拢是经典艺人组合彭恰恰甲柯浩顺做主角，结合高语言甲音乐，呈现这出乡土背景的台语音乐剧。自2019年因为疫情停演了后，今年是头一摆重新开演。量身打造台语咩讲？是，就是敢若天注定的，注定这两个爱来演这个角色甲这个角色。1956年开始，所以我是做迄个年代出世的，所以我对迄农村的生活是非常的了解。生活背景都符合着吼，阮做起来看到甲这个剧情。隔壁亲家描写伫宜兰水底寮，两个斗阵大汉的农村囡仔，因为成长背景变化，佮有台湾土地改革等社会变迁，关系渐渐变卦的故事。较早迄个简单又佮快乐的时间，迄个年代，唔知影找会转来袂。足奇怪，人决定土地改变，土地改变了，结果颠倒去改变人的心。陈志远是这出戏的第4个导演，伊讲这出戏有过侪版本，各版本之间会豆豆修正台词，也会透过彭恰恰甲柯浩顺的经验，互这出台语音乐剧的台词更加口语有台语开。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5月18是国际博物馆节，全台湾有真侪博物馆拢推出免费参观。伫台南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佮特别推出2场库房的导览活动。这博物馆的核心就伫咧库房，库房就是伫替文物体检查堂修复所在，互民众有机会看到这文物是安怎保存，体会到文化资产的重要性。库门一拍开，原来这是神秘的库房，内底有各种文物，拢是伫咧普通时较罕看到的。对目这类的库房来看，这个雕刻真侪花草的台湾古典的家具，或者红明床，是因为好野人因兜才有的。若抓一册一类的库房，内底有侪拢是拖仔形的收藏柜，避免抓一文物受到光害破坏去。一个文物若要入博物馆的库房，就要经过几啊道的流程。其实是一个机房种地，像安尼一般人是无法度入来看的。办这个活动是因为想要互好奇的民众来知影讲，博物馆的文物进到博物馆之后，它怎么被规划、整理、保护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台湾历史博物馆内底有6间无共专业的典藏库房，超过14万件的典藏品，总共有1/3是民众寄付。来看这间复合在一类的库房，面积大约有108平。这间是专门咧典藏金属、灰亚、玻璃等文物。上特别的是内底还有自转车完整的演进过程。特朗普刚就表示，因为时代每一代富庶霸王，就亲像是即卖名车同款。伫迄日本时代呢，咱自转车有差不多10个牌子吼，但上有名就是富庶霸王，所以内底呢有展示出呢富庶霸王几
几啊台的主专车吼。太高兴了哈，因为对我来说有好几层的意义。一方面能够更多的了解到台湾的历史，另外一方面我也能够更了解到对于一个要作为一个博物馆哈，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典藏这些先民的文物。课房正罕伫公开，内底有多元的文物，标记不同时代记忆。9月18是国际博物馆日，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才会推出限定的课房导览活动，提供民众更加挖近文物的机会，嘛借此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咱听过环游世界开80天，英国竟然有一个冒险家，伊开7天是走遍新世界7大奇景，替慈善活动来募款。伊对中国长城出发，经过亚洲、欧洲、美洲，经过36000公里，这款纪录也创下金氏世界纪录。A new Guinness World Record has been set. Get in there. 英国冒险家杰米·麦唐诺伫墨西哥的奇琴伊查玛雅遗迹进行回香槟庆祝家己顺利完成7天访问世界7大奇景，创下金氏世界纪录。这段旅程为中国长城开始，过去约旦的佩特拉古城、印度泰姬玛哈陵率去坐飞机去意大利参观古罗马竞技场。然后，搁转去南美洲的秘鲁马丘比丘印加文明，甲巴西里约热内卢真悬的基督教救世主雕像，最后伫墨西哥结束。全程是36700公里，只用6天16点钟14分钟。I think I slept 12 hours in the space of 7 days. So from that front, it was really challenging, and it was go, go, go non-stop. 这座交通有旅行社赞助，伊坐13班飞行机、16摆计程车、9摆公车、4摆火车，抑搁坐平车。过程当中也捌走毋到航厦错过航班，好佳在无严重偏离计划，只是甲时间比赛，每一个景点甲2点几分钟，翕相存证。来去之间要互心灵平静的一个所在，就是安第斯关山的所在，坟墓内底马丘比丘。It felt spiritual. And this time I'd probably like to make my way up to that elevation rather than just racing to it. 这米细汉时阵有罕见疾病永久抗癌症，伫书免疫缺陷由现者症状到会进前常常进出病院，好佳在治疗了后慢慢好起来。伊为2011年开始挑战各种高难度任务，欠大家眼光，为慈善机关招总善款，帮助破病囡仔。目前已经招总资金超过100万英镑。一摆7天7大奇景是上困难一摆。有3囡仔，伊讲下一摆挑战要找离家较近的所在。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3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24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